聖道家唔同弟兄姊妹，大家好。今日咧1月3號，我哋聽緊出埃及記摩西嘅誕生。摩西後嚟咧係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咁當中就有十災，又有紅海，又領受神嘅誡命10誡，都係同呢個摩西有關嘅啦。咁我哋今日聽到第2章今日聽10節嘅啫，睇下佢嘅誕生啦。出埃及記第2章。有一個利未家的人娶了一個利未女子為妻，那女人懷孕，生了一個兒子，見他俊美，就把他藏了3個月。後來不能再藏，就取了一個蒲草箱，抹上柏油和樹枝，將孩子放在裏面，把箱子擱在尼羅河邊的蘆葦中。孩子的姊姊遠遠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會怎樣。法老的女兒來到尼羅河邊洗澡，他的女僕們在河邊行走。他看見在蘆葦中的箱子，就派一個侍女把它拿來。他打開箱子，看見那孩子，看啊，男孩在哭，他就可憐他，說：這是希伯來人的一個孩子。孩子的姊姊對法老的女兒說：我去叫一個希伯來婦人來作奶媽，替你乳養這孩子，好嗎？法老的女兒對他說：去吧。那女孩就去叫了孩子的母親來。法老的女兒對他說：你把這孩子抱去，替我乳養這孩子，我必給你工錢。那婦人就把孩子接過來，乳養他。孩子長大了，婦人把他帶到法老的女兒那裏，就作了他的兒子。他給孩子起名叫摩西，說：因我把他從水裏拉出來。咁依家嚟翻個總結出埃及記佢哋生養眾多係咪？嗱，咁咧呢個就係亞伯拉罕啦，即係一個好佢哋嘅信心之父嘅祖先啦。跟住咧佢有2個仔啦，如果仲記得係咪？咁但係咧真命天子係以撒，另一個叫以實瑪利即係阿拉伯人嘅祖先啦。咁我講翻呢條線啦。咁跟住咧就再生即係以掃雅各係嘛？咁而呢個雅各咧就生咗12個孩子。咁12個孩子入邊咧，約瑟咧就成為咗咧呢個埃及嘅即係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咁帶領佢哋咧就解決咗饑荒嘅問題咁但係幾百年之後咧，佢哋就要幫手做苦工起金字塔咁呢啲咧就係啲做苦工嘅情況啦咁樣。咁摩西嘅出生咧，頭先啱啱讀到咧，佢就話出生之後咧就擺咗落個箱度，真係箱嚟噶即係應該咧就係呢度，依家唔知睇唔睇到紅色中間呢個正正方方嘅一個箱嚟嘅，入邊咧就擺咗嬰孩喺入邊嘅，擺咗嬰孩入邊嘅，就唔係好似呢幅咁樣一個籃，一個籃就唔啱嘅。點解係箱咧？原來嗰個箱嗰個字其實就係挪亞方舟嗰個字。挪亞方舟嘅故事咧係發生早過摩西嘅，即係話神拯救世界，用方舟喺洪水嘅時候拯救世界嗰個長長方方形嘅船，呢個字亦都係拯救摩西嗰個字。咁所以咧，當佢哋以色列人讀到呢啲經文嘅時候咧，就知道呢個唔係普通嘅箱，就係神拯救世界與世人立約、彩虹立約嗰個嘅箱。所以雖然即係好似神都唔理佢哋俾人哋捉殘害咁樣，但係其實佢細微嘅描述用嘅詞語揀選嘅拯救摩西嗰個箱咧，其實就係神用方舟會拯救咁解。好啦，咁佢攞咗呢個 BB 咧，你左邊啦係嘛？咁你點樣養咁樣？咁佢咧就揾翻摩西嘅媽媽同家姐進入皇宮去照顧佢。不過呢度順帶一提，咁你話摩西入咗皇宮咪做王子咯？當時啲皇帝好多王子噶，真係冇100都有幾十個噶，係咪？就算呢個公主都唔一定係嘛，我哋話還珠格格咁嘅，幾廿年前睇嗰啲咧係嘛？可能係眾多公主入邊其中一個噶咋，係嘛？所以係的，而且個摩西咧喺宮廷入邊生活，
但係未必接觸到皇帝嘅啊。咁佢亦都有自己嘅生活嘅世界，有家姐媽媽陪伴佢。咁正正因為有家姐媽媽陪住摩西成長呢，所以亦都好早已經教導摩西呢要認識耶和華，同埋話俾佢知咧，佢根本就唔係埃及人嗱。咁呢個呢，都係講喺艱難嘅時候呢點樣持守信仰咯，係咪？喺困難嘅時候點樣諗辦法，都係繼續跟隨神咯。有辦法嘅，唔係冇嘅，係嘛？好，今日停喺度啦，拜拜。